台南市消防局执行训练饲养搜救犬的计划，由财政部关税署的缉毒犬中心来协助提供犬只，并且培养消防人员担任领犬员。目前总共有3只搜救犬加1只培训犬，上午并且进行搜救犬舍的落成启用，希望提供搜救犬上好的休困加训练场所。精彩！掌声鼓励！谢谢我们现场局长，还有市长，还有我们现场的议员，感谢各位。其实刚刚看到这3只搜救犬，事实上不仅是平常超黏人、超可爱，但是任务到的时候就超严肃，而且超专业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领犬员的训练之下，可以随时做在不同地形地貌来进行搜救的任务，这个部分是非常厉害的。但是他平常呢没有任务的时候又超级可爱，所以呢，我们希望说提供给搜救犬一个最好的一个厅舍，然后让他们休息，让他们受训，然后让他们洗澡，那这样维持整洁，这个部分是我觉得是对搜救犬一个最好的一个对待。而且搜救犬都有阶级的，从1线3美到1线4美，我们都可以看到，他们其实这个训练有素的搜救犬都知道自己的阶级，那所以说我们希望说，在搜救犬的这个执行任务的生涯里面，能够提供给最好、最舒适的地方，能够提供给他们发挥最强的这个专业能力，抢救最多的生命。消防局长李明峰表示，在全台只有6只通过国际 IRO 评量的搜救犬当中，台南市就占了3只，而且有2只是通过中高级的检测。未来不管是山难、水疫，或者是地动任何灾害，拢会用担负第一线的搜救任务。市长嘛分别授奖1线4星加1线3星的阶级和搜救犬，并且感谢搜救犬舍的赞助关键单位，包括奇美实业、加三立货柜公司等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